性别引两性啊，大家好，我是碧纯，带你一起来了解现代性别多元平权观。那我们在一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性骚扰；那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呢，也可能会遇到性骚扰。可是呢，在我们认为是教育场所相对比较安全的校园当中，会不会遇到性骚扰呢？答案是会。所以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先来介绍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贵宾。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崇明国中的陈威介校长。嗨，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一位来宾是长隆大学大众传播系的助理教授张英晓老师，欢迎老师。嗨，大家好，我是张英晓。我们这一集呢，一开始要来讲我们这个性别平等教育法当中哦，对这个行为人跟被行为人的这个定义。那一般呢，我们会只说是学生对学生啊，学生对老师，还是老师对学生呢？我们来请教英晓老师。是性平法，也就是性别平等教育法，它里头主要的规范呢，当然就是保护学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行为人或被行为人一定要有一方是学生。那另一方呢，不管是学校所谓的教职员工生，或者是受学校委托在校园或者跟校园有任何连结的种种关系人，这些都可以被列为性平法管辖的范围，包括所谓的社团指导老师，这也是算的哟。好，所以透过英晓老师的说明呢，我们就知道了哦，这个性别平等教育法里面哈，它对于行为人跟被行为人的规定。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请教校长了啦哈，因为在校园当中，可能很多学生他会开玩笑，但是呢，这个开玩笑我可能会变成这个有性骚扰方面的争议，耶，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呢？我们来请教校长。好，谢谢。大概在学校，我们简单可以分为4个类别了哈。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透过语言的骚扰。那语言怎么骚扰？就是过度强调他的异性的性别特征，或者他的性的吸引力，好，然后让对方感觉到不是很舒服，不被尊重，或强调他的所谓的性别认同，或者性别刻板印象，好，那造成的一些不舒服。那通常在学校我们常见的就开黄腔啦，好，开黄腔，然后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但是这个黄腔说起来却让对方已经感觉到很不是舒服的感觉。或者还有一种就是他可能拿所谓的性器官来成为他的绰号、外号，哦，这样子让对方感觉就很不舒服。这是所谓的第一类哈。那第二类就是属于肢体的骚扰。那肢体骚扰就是说，可能就一个性别对另外一个性别的身体的肢体的碰触。那通常在学校，我们常会看见的就是有同学会恶意的挡住同学的要去的那条道路上，哦，就挡着你。那可是那个同学就是要过去啊，那过去的时候就一定有擦撞，他也不愿意擦撞，可是他故意挡着，他又要去，所以这个的误会产生。可是这个相对来讲，也有可能是一种所谓的肢体的骚扰。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他是恶意碰触他身体。好，那这种其实在校园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啊。那另外也有一种就是说，可能说，比如说在厕所或者学校有时候有一些淋浴间，有人用偷窥或者就是偷拍，这些都是属于在肢体骚扰一种。那第三种所谓叫视觉的骚扰。什么叫视觉骚扰？我们常常有时候学生会拿出什么，比如说比较裸露的照片。然后在公开大家在一起的地方就拿出哎这样讲，可是他也许自己讲很开心，可是别人是不舒服的感觉，对。或者有一种是他拿的是对某一种性别有比较贬义的，好，或者就是比较在贬他的，然后或者是要比较物化他的，好，一些有可能是可能在一些广告啊，或者在影像上啊，在公开的环境当中，其实这个东西造成别人不舒服，它基本上都是一种骚扰哈。那最后一种就是比较不受欢迎的，就是那种叫性的追求或性的要求。那什么叫性的追求？就是说他可能是因为爱慕，
啊，学生之间可能在青春期总会有一些喜欢了哈。那因为爱慕，他可能就开始有一些行动，他可能知道很过分的一直去想要跟他约见面啊，很积极要给他东西。我想这个东西是爱的出发点，看似没有错，可是对方已经觉得不舒服、不被尊重的情况下，其实这个行为已经有可能也越狱到一种叫被骚扰了哈。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可能是跟对方要求性服务的一个利益交换，有可能是我给你什么，你要给我什么。事实上，这些方法都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所以说，一个青春期表达一个欣赏的爱意，它只来自尊重，尊重对方，而不是去强迫对方或者利益交换。我想这些比较常见的还是在于说，他可能就像紧迫盯人，喜欢嘛，他可能在他的教室或在他的桌子旁边就不愿意离开，甚至跟他到家里，让对方感觉那种很压迫、很不舒服的感觉。我想这校园大概会这4类是常见的状况。对，哇，所以现在这个连国中校园，我听起来是说，哇，这种情况还蛮多的感觉。那在大学呢，英莎老师？在大学，我觉得我刚刚是很佩服校长校长大概已经把一个校园性骚扰哈，我们看得到的样态4大类项，其实已经勾勒得很清晰。那这些呢，其实不因为孩子们的长大与否，其实来到大学，它依然是这4大类项的存在就是行动的、言语的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视觉上面的那或者是跟踪骚扰的，其实这些大概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那我们会讲到有一些所谓的恐怖情人，恐怖情人可能他不见得是真正所谓的2个人，并不是两情相悦。可是他却会有所谓的一些恐吓的勒索，那这些也常常我们尤其在孩子们的行动力比较强大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我曾经看到一个案例，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是这个有一方的猫被另一方绑架了，绑架人家的猫，对，绑架人家的猫，然后美其名为照顾，那其实就是要猫的主人乖乖听话。哇！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在刚刚校长讲到的，在高中或者国高中比较不容易发生的事情了。但是来到了大学，我们就会看到有这样子，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案例里头看到的我就觉得说，哇塞，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对。哇，所以这个绑架的那个猫，这个可以去报警吧？这其实可以，尤其过去其实，尤其刚刚校长有讲到一个所谓的跟踪跟随，那这在大学里头，也不遑多见，因为孩子们行动自由度都已经非常强大，所以呢，其实我好几个在跟骚法成立之前就曾经处理过好几件跟骚的案件，可是当时呢，其实行为人都会说，我没有怎样他我只想远远的看着他，这样就好了。那这时候就会让我们想到这个周杰伦的有一首歌，就是默默的守候在身边这样子那可是，在大学里头，像这样子，在跟骚法出现了之后，对我们在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相对的就容易多了真的也很谢谢跟骚法的一个成立跟施行。对，所以就是一些相关的这个法令制度越健全的时候，才可以比较明确的来保护啦要不然的话，可能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有时候报警又不成立，对不对？所以好，那校长是不是在你们校园当中有怎样的亲自你看过的例子，可以跟我们举例一下吗？校园常见的还是一种就是比较无厘头的感觉，好像他们的生活互动理当就是这样。因为在国小比较可能，尤其在低年级，对他们的学习经验来讲，比较没有身体的界限那当然慢慢随之长大的时候，他们的第二性征出来的时候，可是他们在过去觉得好像就是该如此啊，比如说碰触对方，拉同学的裙摆，或者就是可能就是把可能就是另一性别的一些特别的性征，然后去把它给不断的去说，其实对方都已经很不舒服，对方其实也提出说，这样子来讲他已经觉得不被尊重了，可是孩子还是抱着一个玩笑的心其实我觉得在国中其实常看到是他们在人际互动上可能比较随性，在于说对彼此的身体界限
或者彼此对对性别的尊重这一块，我觉得他们是在不断透过学习来成长。我觉得到了现在，像教育局其实也非常的积极哈，那就是说，比如说像每学期都有一个叫性别教育的入班宣导，它其实会针对不同年龄或者每一年的议题。其实我觉得对学生来讲，第一个对身体的界限或自我保护这一块，我觉得确实提升很多。那另外一种就是我刚刚也有举一个例子说，他们就身体的碰触，比如说阻止他往前走啊，好，刻意可能所以某一个男生碰到他就飞出去，然后撞到某个女生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认为他们觉得是玩笑，好，但是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误触了一个叫做所谓的骚扰，好骚扰。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不断的在让他们对这些的议题的一些，不管从法理或者从人与人的人际的互动的尊重，其实我觉得孩子是在成长进步的。对，所以这样听起来，可能就在国小啦，然后国高中阶段，小孩子对于这个性别平等这一方面还不是那么熟的时候，对身体的碰触啦，或者是他们正在成长发育，他们会不太去了解啊。但是在大学生的话，应该都算成年人了嘛，他们是不是对这方面的观念会比较有呢？老师？观念是有啊，但是从观念我们说知难行易啊，但是知易行难，所以这个在整个的触碰的过程里头，孩子们还是很容易有一种所谓的好玩。那很多时候孩子这个触犯了，他知道，但是他事后都会用好玩。我只是在吓他，我故意要闹他，我开玩笑哈。那其实这个从小到大，尤其刚刚校长其实讲到，我自己有几次的经验，在国小、国中，我真的是觉得啼笑皆非。比如说孩子们就故意去异性的厕所骚扰，那他通常看到的是男孩子跑到女厕所。哇，是男生去女厕敲门哦，故意敲人家门，哎，对对对，紧张哎，对，会搞得里面很紧张。对啊，对，然后就敲门，然后就跑掉，敲门跑掉，对，就是觉得，就我们说跟叫北吧，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可能在他们5、6年级开始有一些性征出现的时候，那可能就彼此的玩笑，我常常看到的，刚刚校长只是说去斗裙角。那我处理过的是去啪肩带，那个内衣的肩带，胸罩的肩带，对。那这种其实我们在小时候看到的，觉得说很爆笑、很好玩。可是当你到大学还发生这种事的时候，那就觉得匪夷所思。但是还是有。然后到了大学，还有一招卷头发，就像我们这种长头发。那就有人刻意走在你后面，就给你啪过去，要摸过去，对，然后他都觉得他在好玩，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如果回一个角度来，你会觉得好玩吗？我们会这样去问孩子，就孩子说我很好玩啊，不然你也摸我，他喜欢让人家摸，人家不一定想摸他，对，所以这种经历哈，像我自己曾经就被男孩子，一个男生，男同学。抓了我的手去揉他的胸部，大学生，因为他练健身，练得很有胸肌，那他要证明真的，他的胸肌是真的，不是假的。对，他拉着我的手去揉，他没有问过我，我也不知道他会有这个举动。所以其实，在我们性平法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当然你不可以去对人家，比如说亲吻啊，或者是闻啊，这种都不可以，或者摸人家的身体不可以。当然，反过来你也不能强迫人家来，我好香哦，你闻闻看，这样也不行。当然，你也不可以拉别人的手去摸你的胸部。我那时候就跟学生说，孩子，你不可以拉我的手揉你的胸，这样是性骚扰。他跟我说，老师，我不介意你摸啊。我说，你不介意我摸，但我介意摸你。老师，所以就是说，那个孩子他认为说，他被摸的人才是被性骚扰，对不对？是，他不认为说，人家不想摸你，你还硬摸，这个也是性骚扰。对，所以这个我那一次也才忽然间发现说，原来小朋友，我不要说小朋友，大学生了，他会觉得说，我没有摸你耶，是我让你摸啊，我不觉得怎样呢？可是他没有想过说，我
我不想摸啊，我吓坏了。我那一次真的觉得说，他还跟我说，老师你不觉得很好摸吗？我说你不要再讲了，再讲下去真的是严重性骚了。哇，对啊，那可能他有请其他的同学摸过，其他同学觉得还 OK，可能，对对，但所以他就不太在意，我不敢问哦。原因是在我那个性平法里头有规定，任何人知晓任何的这种事情，我们都应该要有义务的去提出来。是，所以我变成我也不敢问，但是我很认真的跟这个孩子说，以后你都不可以对任何人做这样的事哦。在学校不行，在职场上不行哦。都不行哦，然后他还皮皮的跟我说：“那如果是我的女朋友行不行？”我说：“你的女朋友如果她很乐意，你们2个人都高兴，当然没有人反对啊。”那他就还跟我说：“那老师，以后我是不是可以先问人家愿不愿意摸我的胸部？”我说：“不行，这算言语的，你也不行。言语的这样也不行，因为身体是一种很自主、很 personal 的观念，你也不能动不动就跟人家说。”碧纯，你要不要摸摸我？不行啊，你看，这一点我倒是就不太了解。如果我说这样就对我构成了性骚扰，没错啊，没错啊。所以就是你不能把行为施在别人身上，同样的，你也不能强迫或者要求别人把这些行为放在你身上。对，这个施跟受之间，它其实是都不可以的。所以连用问的，可能我们的问法还算简单的，有些人问的很暧昧，就会很奇怪，就构成性骚扰。可是这个暧不暧昧，又是听的人的个人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不要吧。对，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开身体的玩笑。真的，对，这方面要特别注意。好，那我们如果在学校当中啊，遇到这个性骚扰的问题，那一般比如说大学生成年了是一回事，但是一般呢，校长像我们国中小、高中这个都还没有成年，那如果说自己的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遇到了性骚扰的问题，不管是被性骚扰或性骚扰人家，家长应该怎么处理呢？通常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我觉得家长第一个部分是非常重要，就是要先相信孩子啊，因为孩子的当下，发生任何事情，说实在，他得到信任是一种情感上的支持，而这个支持也会让孩子他比较能去慢慢的放松，能将这件事情来去表达出来。好，那但是如果今天他得不到信任，他可能自己会觉得产生另外一种情绪，就是他委屈或他无助。那有可能会产生新的一个可能会发生，我们也许会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那是令人担忧的。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家长会先信任孩子，先信任孩子。那接下来就是我觉得就是家长可能要介入，因为毕竟我们是在国中阶段了哈，或者是国小，我觉得他们学生的成熟度还不一定有能力处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身为家长的话可以介入，好，那或者寻求资源。怎么介入呢？其实就是直接通报学校。因为学校有正常的一个机制来去保护他们，那透过这一个所谓的正常的所谓的性平委员会的一个这个机制，那如果确实有这些事情的话，经过来讲，我们再确立一个调查，来还原这件事情，来去让他们都能得到合理的所谓的不管是正义啊，或者得他们的公平对待。所以就是寻求介入，那家长也可以去寻求法律的一个辅助，这都可以。那因为通知学校之后，学校也会启动了包括第2级跟第3级的辅导，来帮助这位孩子。因为孩子在发生的过程当中，到最终可能结束，甚至结束后的可能甚至是他的后续学习，他其实都需要有很多的缜密的一些措施，不管是在家庭跟学校来帮助他走过了哈。那第3个部分就是所谓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意识，就是说孩子发生了。如何在当下，他也能在学习自我保护？因为有些孩子发生，他会总觉得可能又听到一些负面，好像这些都是我才造成的错，其实对他来讲是很伤害的。当然说，我们也是需要家长们来让他能理解这些事情，然后教他一些自我保护的观念，或者透过这一次的一个经验当中，如何来做成长。好，那最后一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是一个正向气氛的营造。是因为在家庭，每一个家长都有属于他们的不同的管教风格或者是特性。但如果今天我们的家长能让家庭营造是一个信任的，或是一个是比较开放的一个家庭气氛，
好，那孩子他会在这种气氛之下，他遇到问题，他也愿意去真诚的去把整个经历的表达出来，或者他内心感受。那倘若如果这家长他比较是威权的，好，或者是比较可能就是有自己比较意识形态的，那他可能也会让孩子感受到，孩子接下来他可能会为的是他怕家长的期待啊，或家长的误解，所以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真实的还原，所以他可能就委屈啦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家庭气氛是非常重要的了。对，所以家长如果知道说孩子有发生这个性骚扰的这个争议的话，就是通报学校，然后寻求法律的支持，然后千万不要说有些家长讲呵，我今妈妈熊闹狼来引刀锤对轰，这样子根本讲不出一个结果，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英嫂老师在大学会有家长也会介入的状况吗？大学家长介入，因为大学生通常成年哈，所以家长是否要介入，通常他没有法令的强制依据。是，对。那因为未成年的话，是家长一定要陪伴，而且一定要通知嘛。那在大学的时候比较容易，我曾经遇到一个很可爱的，是因为那个家长也被骚扰了。家长也被骚扰，因为这个求而不得的爱情。对孩子就有一点愤怒，就每天打电话半夜去。可是半夜呢，没有骚扰到那个主角，反而骚扰到了主角的爸爸。老人家嘛，每天被电话吵醒，所以后来其实来提申诉的是家长。对，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那但是绝大多数的我反而的经历是在我也要呼应刚刚校长所讲的，因为其实未成年的时候，家长的介入通常居多。那所以校长刚刚提到了2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一个是所谓的信任，那当然一个再来就是家庭的氛围。对，信任的这一部分，一个案例，她其实是小女孩，那她在学校里头不断的被人家摸脸。那但是摸她脸的是应该算长辈了。是长辈了对嘛？教职员工除了生之外，前面的都是长辈嘛，都有可能是。对，那女孩子就回家讲，那妈妈就说啊，那个谁是喜欢你，因为你很可爱，摸摸你一下没关系啦，然后不要跟人家生气，不然人家会说你没礼貌。所以家长会觉得说，这是我们家庭教育要教孩子有礼貌。那所以他没有体察到孩子那个不舒服、不愉快的心情，然后妈妈就觉得说，蒙着的娘美安娜那我们现在都会很强调，不可以随便伸手摸人家的小 baby， 虽然很可爱也不行但是妈妈她可能比较过去的旧观念，那所以她就觉得说，我们要把孩子教好，要有礼貌。那这是一件。那后来为什么会就是有进阶的事情出现呢？那当然这就是后话。那这是一个所谓的相信。那再来一个是家庭的氛围，我自己处理过的是，因为孩子们在5、6年级，其实现在小孩在幼稚园就交男女朋友了嘛。对，常常听到对，隔壁邻居小孩都交男女朋友回来。那但是可能家里头有谆教诲说绝对不可以呀。那孩子呢，在5年级的时候交了男朋友，结果手牵手走在校园里，被其他家长看到了。那其他家长一看，哎呀，就马上又去跟家长讲。那家长等孩子回家就问了孩子，孩子就很害怕啊，因为家里有千叮咛万交代，绝对不行。那于是他就说谎了，他就说他没有要跟他签，是对方硬签他的。那爸爸妈妈一听，孩子被硬签了，所以立马就引发了后续的。所以这就是校长讲的，就是比较威权的主观意识比较强的，那小孩就不敢讲真的，他就不敢讲真的。对，所以像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现实案例，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佩服刚刚校长他把好有条理对，非常有条理的把这些事情给陈述出来我觉得在那个校长可能在亲子沟通的这一部分真的对。非常的厉害专业，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来请教校长那如果说小朋友、学生他们呢，真的有遇到了这个确实有这个性骚扰的行为的时候，他们会受到什么惩罚吗？在调查报告属实之后，其实在学校有一个，在国中、国小就没有了。那国中有一个就是学生的奖惩办法，他如果遇到性骚扰轻者的话，就是去警告一支；那如果严重的话，会到大过。
好，当然记了这些过，主要就是让他们学习承担一个责任啊。那学校其实还是有一个叫改过销过的方法，来让他们去履行他们对这件事负责责任哈。那第二个是说，他如果接受到所谓的被害人的同意，或者是被害人的就是法定代理人同意，事实上可以向被害人进行道歉。哦，那再来就是他必须接受8小时的性别平等相关的教育。是。好，那他也要接受的叫做心理辅导，或者也可能会接受到一些比较符合教育目的的措施，比如说他可能在这个事件当中是因为他想要跟对方交朋友，但是他不见得善于做人际交往的这些行为啦，他越狱到了可能就是变骚扰了哈。当然我们就希望这样的人，我们需要给他一个比如说在人际交往的一些团体互动的课程啊，来帮助他，而不是仅就于在性别观念这一块的局限。好，这就是所谓的符合教育目的的一些措施。这就是以上我们会让他们接受一些处置的一些作为。当然，其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哦。假设今天他是行为人，他接受到了这个书面通知，他必须这个结果，还有加上这样的一个惩罚。但是他如果不接受的话，事实上他可以向性平会在20日内来提出申复，然后那这是给他一个申复的机会。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假设他今天我们在调查程序有重大的瑕疵，或者有一些新事证足以改变到整个调查结果的时候，也可以向性平会提出重新调查。以上。哇，我觉得校长的口才真的厉害，很像律师哇，已经有律师级的口才了，好清晰哦。对啊，是，对。那这样的情况的话，英嫂老师呢？其实，因为这是通用在所有的教育体系底下的哦。那其实，但是我们听到了性别平等教育法，这就是它最重要的精神呐。教育，所以刚刚可以听到刚刚校长所提到的种种的后续的一些处置或处遇方式，基本上它没有什么重大的罚则或者是跟刑法对接的一些问题哦。那最重要的其实也是回归到学校的这个校规处理而已。我用"而已"2个字，对，其实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让我们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明白性别平等的真实的意涵，然后落实在他未来的行为里面。所以有的人会认为说啊，被提起这个性平是不是就一辈子都毁了？所以有很多的家长会为了这一件事情，然后就四处奔走啊，然后又要这个的，又要这个的，甚至于我看过那个伪造市政。希望不要留记录就对了。因为刚刚校长也有提到说，如果有新市政，所以我也看过伪造市政的就只是觉得会留下什么记录，其实并没有这件事。对，并没有。所以其实家长应该要跟着孩子一起去面对，面对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不是当下你就学的事情，那它也不会影响你的升学，也不会影响你的进修，也不会影响你的深造所以其实我们一起来共同面对，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社会的总体教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没错。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让大家了解到说，在校园当中其实也有很多性骚扰的事件但是严不严重，或是后续怎么处理呢？那刚才我们2位老师都有跟大家来做说明了。那希望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把这个性别平等教育呢落实在我们的校园教育当中。好，今天非常感谢2位贵宾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那我们再会喽，拜拜。